也请您准备。 社区呢，培植了很多的人才。那这个部落社区的蒋宗佑老师呢，所指导的最健康的一个舞蹈。山地社区，请准备山地社区。现在正在演出的是我们安坡社区，请各位以热烈掌声谢谢他们的精彩的节目。麻利。谢谢，再度给他们掌声，非常感谢来自安坡。